个实相，就是咧讲迄个物件。虽然把丢伫外口去，你都做把丢伫外口去，丢伫锅丢去，你讲啦，一粒会主宰的物件。所以讲大道无形，生于天地；大道无情，于人不为；大道无名，长于万物。但是因为我嘛不知什么名，我不知其名，我讲功德。哦，强于大，但是强于大还跟个大吗？别人能力。哦，会当群众咱来试着答案。因为我嘛不知什么名，我甲叫名，我叫咱灵魂；我甲叫名，我叫咱自信。但是已经咱世界人都在自信，啊，我才信。其实迄个名你有烦恼，迄个自信你有烦恼，其实你无烦，迄叫做失相，迄叫做无相。但是我拄则讲，咱来到这个世间了后，哦，你有一个如如不动如如的物件，你混作你这个物件。但是咱去互这啦，叫表象，哦，表象意方面，哦，表象，咱拢追求表象的东西，得甲失，这两种不一样。争取得就是争取斗取，赢取得就是计较甲比较这两个。所以造成咱人生来讲，这个世间有偌济苦，所以生老病死苦，哦，八大苦，哦，安尼讲的是呢，皮肤苦，爱变脸苦，我们情苦，哦，啊，就是辛苦，所以咱来讲生老病死苦，咁讲呢个变来苦，苦伫倒来，苦对你的识，你的分别，你的执着。因为伊当然不解，就用日不大的物件，伊才有苦。你咧苦伊嘛是安尼，你咧苦伊嘛是安尼，伊嘛是伫咧运作。所以这点咱来了解。所以讲，你本来有具备一个成就，迄个成就，你叫啥？你叫做佛，你叫做无上。伊成就内底有第一，有具备一个圆满道成佛，圆满诶无缺，圆满就是无缺。迄叫做地位不足，叫做稀有、稀少有的物件，叫做千百万个化成分。所以这个当中呢，有具备这物件，迄叫做何其自性，问诸自教；何其自性，问不行变；何其自性，哦，这到不了灵性版本，哦，数个地图造出来，哦，所以这。为无所得的，这个为，这个为就是讲，实在无所得，因为你佛实在是无所得，伊佛的有闹就得，按这个佛的无，所以我拄则咱讲，你本来就富足一个道理不该，就因是不带物件，你怎得到些物件？本来就是运作自如，你得一个物件，你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究竟无所得这么一口气的哈，这是苏摩地借用这口气讲出着自己的体验的这个境界哦，迄个地就是讲真真实实、清清净净、了了分明，因为苏摩地已经彻底了悟，了悟什么物件？了悟这种心的道理，无对我可定。如果有对我可定，我们的心性就不清净了吼，就不清净，就会起心动念。这个动念，咱的心就是安就好势吼。这个心开始就有污染嘛吼，所以咱处理才能出轨了吼。这个一个公务过来边啦，我有个注意科，手背指导光手，今朝沉静光身，照片哦这两个300万头吼。今日你这个民主是因为完全是苦种，或者解释，这个民主这个叫做实相，跟你讲的，咱本来就是苦出现的，这个可以参照咱的想必有太阳，因为伊今日无因为你的魂，无因为着你的防护甲魂。完全对这个话，对这个太阳来讲嘛，完全一点关系拢无，完全对实相来讲起，一点关系拢无，是拢无，因为含义拢一点关系拢无。所以咱大师会讲，三合内底，哦，
拢总是附着着伊即个发展性的问题。所以咱来讲，今日你来当附着着迄个知识，即个民主，你今日无啥物人会当会影响着你的物件。所以即个物件就是咱家己去理解，别人袂来理解，所以咱家己呢去反映着一切的迄个真相，相向伊出发的真相。今日当中，咱即个公足足、弯弯满满的即个知识，看见着咱要砍掉的。所以照片3万道，今日咱长期讲去怎么改？咱的自信中的产业，千工优水个千工过来，万里无云是万里天，因为完全是用即个月亮，你即个月亮伊映射出来，你即个太阳伊照射出来的物件，完全无离开即个物件。咱啥讲？咱今日当生活的即个地球，基本上来讲起来，拢是宇宙中伊一条的真理，你叫做独一无二。而即个宇宙中的实相的物件，你互咱生存即个世界。比如讲，咱今日，咱的日光，咱的太阳，什么人，什么倒是即个道支撑太阳？太阳发射的光线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接受到即个温暖。如果太阳伊若无发射到即个光线，燃烧伊即个即个热能，我相信咱即个地球变成冰冻地带，咱嘛袂到生存。今日咱有空气，咱有水，咱有一切物任何只，拢是宇宙中的真理道咧支撑咱。讲一个较简单的，今日空气若无互你，空气无互你，3分之2生的问题。所以，毋是咱人话，是宇宙中的真理，伊咧主宰。所以呢，这叫做无不的地名，功名百道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宇宙中是讲有一个宇宙中的执掌叫做道，但是咱的本性道有，但是咱能变成这样一个小道。现在小道，因为你只一个我，你必须一个小道。咱想讲，没人把这个小道化为大道，没人把这个小我化为一个大我。当然，你里边你要有宇宙中的迄种个不执着，而且因也不会偏，所以讲平等就是道，直心就是道场。你有法度达到直心，你有法度达到平等，你有法度达到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达到莫定受想当中无。这个跟咱先生相同的，咱过去咱管理话，你讲迄个日本先民，你站下骹咧站手的时阵，咱有平时相对就不顺利，站咱袂停呀，骹拢袂流血呀。所以这个问题啦应该咧作为今年用这个想法，咱平时写照片，除了发展咱就是爱伫叫啦，好站手，但是其实咱真正进入了所谓的一个无性发展这是无性发展，已经无我、无人、无我、无受教，已经达到有一个进入了迄种的。真正意见，咱这个想，咱讲咱个人咧想，但是你真正进入了司法边境迄个达到无限发展的时阵，你讲来站手，你嘛唔感觉，你站嘛嘛唔感觉，因为已经一个无我进入了另外一个意见的世界，就参像我上身边，伊敢是咧困，伊敢是咧困，伊讲是咧困迄个世界，咱就变成咱若进入迄个空间去，人来你甲要甲咱拍，无，要拍变成咱惊袂着，但是迄个听咧，听好甲在，迄安怎毋是真正啦咱迄个有意识的，但是我咧讲是讲进入迄个境的内底当中，达到因为咱做这个讲是。
啊有迄个精神，啊有行请，啊有意识行请。如果迄个意识内底当中无有一个行请内底当中，你咧甲伊节节一个时阵，你有感觉？迄个意境啊吼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那种意境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了解讲，进入了另外迄个世界内底当中，哦，已经无我无人众生所成的意境，哦，所以到这个当中呢，哦，这段，哦，这段虽然讲啊，这个苏摩地，这两世尊，讲不定咱们就什么三摩地，哦，为无所得的，当然这段当中呢，就是因为不能问啊，苏摩地咧问，你有得到一个无上正觉无？但是苏摩地为无所得的，伊这是应该是应该无有一个所得。因为咱讲，咱老是讲，苏摩地已经进入了真正了方面，伊就自己讲绝对真实。伊就讲，因为我亲近着的物件，这我了解，应该是到这个意见啦，吼。哦，所以呢，伊到这个当中哦，开始讲啦，吼，咱这段来个了解，吼。不言如是如是，不言如是如是，苏摩地，诸菩提。我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效法可得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长，就是苏摩地，因为伊已经证悟了佛确实无一个菩提个人品。确实无有这个个人品。我拄则讲，咱毕竟佛人因为对对佛，所以伊对第10分的开始看了。哦，无一个真正发生，无一个烦恼发生，无一个千百万的化身，这个叫做总相。哦，或者讲无有这个人的点，甚至无有一个必相。哦，因为伊无有一个诸法相。无一个32相，你就将佢这个物件问题，这样破掉了，甚至到21分内破掉了，破掉无法的问题，无一个说法者，啊嘛无一个听法者，这样已经来破掉了。到22分内，这经破掉以后，最后是得到个这个嘛还去破掉。哦，所以伊一直咧进步，一直进步，就是一直咧破，一直咧破。看到一无所得，而且一无所得，无有强可得。有呢，众生真正你要解讲无所得，伊偏偏执意无所得。我想，你做比如讲，你讲拜佛，你若无一个佛像，你看伊个拜，足简单的道理伊嘛有拜。伊无拜佛，伊有一个佛像摆伫遐，伊拜到足认真，是毋是？伊无一个佛像，伊毋拜。所以，因为伊是咧拜，毋是拜佛像，伊个是对你个心山的种伊个敬畏，伊个敬畏。所以呢，时时刻刻对一个所在无分的烦恼，对一个所在无分，处处都是分。哦，有一个说法，跟无一个说法，对一个是分。哦，所以这个世间不但无分，我在世间不离世间人。离世的菩提较唔同，什么叫佛法在世间六祖辈的？而这个这个叫法这品，伊这个无上上义讲一句，佛法在世间都有，咱今日讲出来话，拢总是佛法，拢总是佛法。无论你是讲什么法，拢总是佛法。是安怎讲？因为你本来就是佛，你本来就是佛，你讲的就是佛法，在世间。你对这个世界，他已经离开世间，你要去对听到这个佛法，你已经进入这个世界，你已经进入开啊，你要哪去听到这个佛法？所以六祖来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你要离世间去觉到这个菩提，你要离开世间去了解着自性，
你我的本主性，这个主性本体，而参像哪？参像你的其他，咱的拖有甲无甲啦吼，咱的讲起来是讲无意思，无意思。所以因为咱六祖会言，而这个六祖代表无相像，伊甲你讲啦，哦，迄个是无相送的，我们做实在。所以迄个我伫迄个材料当中保美念佛，也是，迄个无相送的头槽的讲安怎？伊讲说通即心通，如因处于空，微传见性法。出世不相中，是有诶啦吼。伊讲伊听的是一个什么大师啊，什么迄个咱电脑咧讲诶，说通即心通，哎呀，伊咧问我这个问题，咱我就讲，说通即心通，咱讲起这个心口一定嘛。你若说通心未通，你若说通心未通。心通口未通，什么意思？心口不是一如嘛？咱讲叫做知行合一嘛，叫做说通。说通就是，因你今日会讲到着空性的道理，就是你的心有体验，你甲你的心有一个什么呀？有一个契合嘛。咱讲嘴咧讲，心无咧做，心咧想，嘴咧讲，变成哪？心口不合一嘛，叫做心说通心不通嘛。所以其实咧就讲起来，说通及心通，这是一个真悬的道理，嘛是一个真正的道理。如今处虚空，伊就讲做一个去处虚空的内底当中，因为伊有想着一切物件去左右的，咱讲以自性如如，自性说法，这个是一个说法。如是地，如是见，如是性格，不是我想，叫无变三变因嘛？你讲，迄叫做哪？迄叫做如今处虚空，迄个当中就是讲，如你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处在一个虚空内底，无受着一切诸说因缘来影响着，你的心就是。做第三步就讲微传见性法，如果口通心不通，心通口不通。你变咱传见性法，你变传六祖的，变咱传祖师的见性法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第15分讲，如来是必是人，实见是人，该你成就不可量、不可测、无边、不可思议光景。如是人的，这个人咱学到着如来，阿弥陀有什么三分？如来为法但是假说，如来为法最上乘假说。你今日，如果咱对说通心不通，心通口不通，你今日要传见性法，够可能。可以讲，若小者，即条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条书经不能听小读熟，有该说这人好做嘅。金刚经15分就讲出，而咱今日咱六祖会言。无上相变地段来讲出，所以来讲，微传见性法，出世好相传。今日你出了，你出世间，你今日社中，这物件你无传到正宗，你无得到正法，你今日去得到社法，你要怎？里面呢，进得，所以破相中一定要破掉一切不足因不正常的因缘，所以破了不正得咱来讲，正品、正思维，正念，甲咱正念、正品，甚至甲咱正念，达到这个解脱八正道的因缘，所以一定要将你悲救的正品。所以，当然讲，咱今日真正出世有相照。所以，这个当中呢，佛言如是如是，娑婆地，我阿弥陀佛什么娑婆地，乃至于
无效法科的，即个阿弥陀三三摩地，这段话就是当时佛陀对苏摩地一种回答，所以讲如来应答无敌，因为你苏摩地，如来应答的苏摩地这段话，实在是无所得，所以分别如是，当然如是这个物件啦，伊咱我这段看，苏摩地伊他说的对，这不是一个疑问的，这不是一个如是，不是一个疑问支持而是表达因为伊主体无意境，所以这个佛就是做成就讲，这个如是指定这个法子，咱过去捌讲的无同经，一种叫法子，法的指示法，这种叫做这个信顺，我你讲的，我相信，绝对相信，顺就是讲按照我的意思，一种叫做法子，一种叫显理，这段话就是咧甲你讲法子，法的指示，你讲安对，你说的对，如来得阿弥陀三摩地，究竟无所得，下个物件，证实你讲是对，下面这个如是呢，叫做绝对之事，绝对之事，因为绝对无所得，毕竟是空无所得，所以完全是对的你说的真对，这段话如是，对了苏摩地，伊应凡去讲讲，如来得阿弥陀三菩提为无所得也，为无所得就是讲实在无所得，就是迄个得，毋是一种的怀疑之说，是一种的清解理出，完全是清楚，完全是了分明，就参像咱过去讲，咱已经到地外啦，你嘛讲已经爬到地外，那你看到的角度，甲我看到的角度，你的如是，我的如是，同时，哎呦，迄个领导长孙去拜见做会，咱我在过去讲，跟艺术节，伊分享咱的艺术节，我大是袂当讲，伊当时伫迄个时阵，咱音乐大师甲咱做，迄阵当时伫正道当中，讲你如是，我如是，你甲我，整个意境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意境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以前那个你后当中呢，咱合作会咧，咱要多钱，所以咧要多钱，那个艺术节，艺术毋是多伫迄面咱感觉当下伊就是你也如是，我也如是，所以这句话就是瞧着讲，迄个你讲的，你讲的完全是正确，完全第二就是绝对，你讲完全是无错，这个意思完全毕竟空无所得，利益无得到，所以迄个无上正定这个物件，苏摩地，我无阿弥陀罗三菩提，乃是无救小阿可得，是名阿弥陀罗三菩提。当然，这句话呢，有一个3年去，就是咱过去来讲三一道水但是因为这个我阿弥陀罗三菩提，苏摩地这句话就是因为我叫什么苏摩地？苏摩地我有阿弥陀罗三菩提。我有这个无上正定正觉这个物件，乃至于你话晓得，乃至伊无小可可得这个问题，咱发现这个新问题，所以阿弥陀罗三菩提，这回阿弥陀罗三菩提是名阿弥陀罗三菩提，过去中迄辈咱个这回阿弥陀罗三菩提，但是这个这回已经改变一个消无一法。那边个讲嘅，伊按讲咧到底个健康，个健康法咧会当了解只有条件乃至无小话个也就是不时常咧讲嘅，即位阿弥陀三菩提换一个乃至无有小法，乃至无有一个迄个法，无一个小小的法，这个无，
我两甲咱讲的，就是讲缘起性同道。哦，缘起因缘所生出来的物件，这拢是一种无实有的物件。哦，如果今日缘起了后，你搁执着一个有法搁变安尼嘛？哦，所以你佛理金刚经都讲的三个道理，第一叫做缘起，第二叫做成空，就是缘起即非，即非就是讲，因为我找到这个因缘了后，即非，即非就是讲它不是，哦，它不是，因为这是因缘所生发的表象，哦，但是是命阿弥陀佛什么？这是一个方便的假名，方便的假名。就是咱我上过讲，这杯水，这杯水，这杯水把泡成茶，变成茶叶，茶叶内底有啥物色？内底有茶色，对不对？茶，茶叶，茶叶茶，这位茶是哪茶？干讲，茶，这杯，我来这都明明泡起来茶在这杯，所以咱来知。但是因为今日你甲泡茶叶起来这种颜色。其实伊的水内底当中，唔是这个颜色，唔是这个茶的颜色。其实伊的本质，它的本质不是茶，因为你咁染色咧，你咁泡茶咧，水的色伊无迄种的色。而世界宇宙的物件，水拢一色尔，无过来色。有头的色，拢总是加落色里，所以咱叫做即位。但是是命，我是为着方便。假名是名，是名茶，这个茶是因为我泡起茶，我逐杯拢甲叫水，叫水，叫水，叫到尾，就怎讲？到尾，哦，汽水什么茶？我有这个名称，但是咱各位拢总无这个表象名称来骗去，所以众生要执着这个相，所以这话就是来讲。我有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，我哋无上正等正觉，乃至无有小法，无，跟你讲无，因为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本质，伊本来就是负责任我这样的，你无看见，你无看见，你宇宙的真理内底当中，你要用什么物件？我用什么物件来解释？我甲讲一个道，安尼呢？这个道还较难。世界宇宙的星球，世界宇宙的物件，拢总包含伫一句话道内底。咱全身骨内底，咱讲40摆，咱全身所有的物件，拢涵盖伫一个什物件？出现。若无这个物件，你这个念头。但是这个独一无二，就明白这个物件袂臭去，袂歹去，袂害去。哦，宇宙这个道若歹去。咱这地球去修好，咱这地球里面所有的星球，你若千亿万条星球，拢会去修好，拢会去害去。所以今日伊就规道，而这个虚空了海内当中，咱毋捌听着星球去修好。所以伊的运作内底当中，几亿万年几个千亿的内底，所有个人行个人轨道在行啊怎么说？什么人运作？宇宙的真理叫做道。今日。咱这个身体，若开始行袂顺顺吼，你得了，我有你这身体就行了，大家遐洗一下，遐洗一下，遐洗一下，吼，你得了了。但是咱各位，这个肉体歹，你爱看到这个肉体，咱这个祖先绝对无歹，这点你要了解，免惊死啦，惊死，惊死就袂死。所以咱这个人啊。咱学毋惊死，咱爱面对，咱爱学面对。什么人面对？什么人面对这个问题？咱只看到唔惊，人生拢爱走一界，后日若拄着你，咱来讲唔免惊，你惊就较忝。我告诉你，咱真正要面对这个物件，咱只无面对，咱讲那个命。咱讲轻松轻松的，对不对？换一句换电脑的时阵，人咧甲你讲咧，愈讲愈强咧。啊，你莫讲，你无讲我无听，你讲我就我无听，什么啊？下面安怎回事？
因为你已经三年恐怖，三年恐怖，你已经有一个我要死啊，有一个我要死啊，所以叫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。有我咧要死，有你要我，迄叫做有我要我，有我要死，有你要我。我三种是种啊，众生相，众相就是开始分辨了嘛，这个寿者是个这种啊。所以讲，你若假使讲，你今日面对着死亡的内底当中，你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安尼变法。每一我的看法吼，作者面对着死亡方面的。真正，我看着一个，咱较早当经理，以前样去求咱周杰伦，你是要袂放免我走啊？啊无我才出，咱袂走，我等你走啊，你着放我走。咱周杰伦啊，咱讲，看你艰苦，我嘛做唔甘，啊你走我嘛做唔甘。但是因为你今日甲记文较早摕这面子啊，放走还放走，放你走是歹代志啊。毋是歹代志，但今日面对着这个死亡作实在，伊会面一走。咱去修道就是咧，咱今日修道就是等一步呢。修道修一世人30年、50年过来了后，面对着死亡面对当中惊啊如冲。你修30年、50年计，人上、众生上、寿者上，这种计，因为你无面对着拢毋知。面对着咱真正会了解，所以我想讲出来咱真拢叫伊拄着，所以大家都帮后日大家拄着，迄个是真正较顺，真正较顺安尼。修道就是真爱清净的，无清净到迄个时阵，大家都有通说出来。咱是嘛是今日，迄阵当时60几岁走，63岁走。